见过天马行空的发型，你见过粽子头的造型吗？秀美融水，风情苗乡，广西这个地方真的地灵人杰，感觉生活在这里的人幸福指数都很高，创造的民族文化也绚丽缤纷。我今天穿的这个造型来自广西柳州融水的一支苗族，在三大方言苗族中属于中部方言。历史上可能是三苗国之后，经过江浙穿过江西迁徙而来的，和贵州黔东南的榕江、从江一带的苗族同源一脉。他们融合发源于百越之地的壮动民族文化，形成了今天独树一帜的风格。起初，他们的发型并没有这么高耸，像金字塔。我们可以从黔东南的一些苗族发型中看到原始模型，就像这样用长发堆叠，在头顶盘成锥状。后来，随着安居乐业、经济富庶，人文也蓬勃发展。苗族服饰无论刺绣还是发型，都越来越追求以多为美、堆大为美，展现张扬自信的民族风范，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特色造型。融水素有百节之乡的美誉，每年全县大小节日有上百个，坡会、斗马、走寨、结童年，总能让你从每一天的平凡生活中找到温暖真切的幸福。每年正月初3到17，每个苗寨都会轮流举办盛大的坡会，苗家人不是在赶坡，就是去赶坡的路上。这些盛大的民族 party 也是苗族青年男女结识相恋的重要场合，每一个人都会穿上最美的盛装参加，吹芦笙比响，跳芦笙舞，有时候3天3夜都能让你流连忘返。如果几个小伙子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，该怎么办呢？古时候就有一个寨老组织了斗马比赛，比马取胜。后来这一习俗就演变成了今天的融水斗马节，每年的11月26日总能吸引上万人参加。绿水青山养眼，蓝天净土润肺，民族文化暖心，田园生活怡神。融水苗乡时不宜换景，这里是现实版的世外桃源，处处流淌出古老而神秘的旋律，一幅幅动人的山水画卷，一道道纯正康养的苗山野味，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苗族山歌，等你来打开金字塔的幸福密码。